呢度係一個好安全嘅國家，我凌晨3點都可以出去跑步。無論點睇，呢度都係一個好適合生活嘅地方。如果你守規矩，其實你可以過得幾舒服。如果你唔小心踩到佢哋啲嘅紅線，咁樣你就會面臨非常嚴重嘅後果與麻煩。中國看待同盟嘅方式可能同西方唔一樣㗎，佢唔會要求你絕對效忠。講到中國，其實咧係有啲特定嘅問題，例如。大家好，希希今日同大家分享下 BBC 嘅新聞，睇下大家有認唔認同佢哋嘅講法先。好，喺開始之前俾個 like 我哋先，多謝晒。今日美國同中國爭做全球第一超級大國，當一個又一個西方領袖去北京拉攏習近平嘅時候，佢哋應該點樣咁做生意同人權之間揾到平衡？我而家喺北京連線，我哋喺中國特派記者 Laura Bicker。Laura， 今次係英國首相8年嘅第一次訪華，加拿大嘅 Mark Carney 啱啱去完，芬蘭領袖啱啱走，德國嘅 Friedrich Merz 都準備去。中國有啲咩吸引到佢嘅？為咗得到佢哋想要嘅嘢，值唔值得激嬲特朗普呢？呢度就係世界工廠，中國係全球最大嘅製造業國家。俾你幾個例子，如果講到地球未來，中國係可再生能源方面領頭羊，由電動車、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到電池，中國生產全球大約60%至80%。中國生產嘅機械人數量係全球最多，中國擁有同加工嘅稀土都係全球最多，好似話大約90%稀土都係中國處理。呢啲稀土礦物咧係製造電動車、智能手機、藍牙喇叭等等都必須要用到嘅原材料。所以講到未來科技，講到我哋已經習慣咗嘅各種產品，中國真係扮演住關鍵角色。呢個都係點解咁多國家湧去中國嘅原因之一。而中國就同呢啲國家講，睇下我喺度，我可以同你傾個 deal， 一齊坐低傾下。我覺得另一樣嘢就係中國看待同盟嘅方式可能同西方唔一樣㗎，佢唔會要求你絕對效忠，佢亦都唔會要求你接受佢嘅意識形態，喺好多方面佢都當成一盤生意。對中國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單生意。佢係用貿易嘅換取權力，喺同華盛頓喺大國競爭入面爭影響力。中國到底有冇遵守翻佢自己當初許下嘅承諾？其實都有好多大陷阱嘅。我啱啱講佢嘅機遇，依家就講下啲陷阱。講到中國，其實咧係有啲特定嘅問題，例如如果你踩到佢哋嘅紅線，好似我哋見到南韓咁，或者澳洲因為批評中國處理新冠疫情而出事，呢啲例子都見過佢哋。即係話南韓裝咗一套叫做薩德嘅美國武器系統嘅自己國家，中國就批評佢哋。日本最近都有暗示，如果台灣出事，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日本都會介入。而家就用貿易嘅報復，中國會用貿易作為武器對付國家做嘢或者講嘅嘢，佢哋唔中意佢哋。加拿大就係個好好嘅例子。加拿大拘捕咗一位中國商界高層，係美國想揾嘅問話嘅。到中國報復嘅時候，就拘捕咗2個加拿大公民，情況好嚴重。之後兩國關係就凍結咗成10年。而家關係開始大解凍。過去幾個星期，我哋見到 Mark Carney 係喺呢度，但係 Mark Carney 睇到嘅時候講得好清楚，佢話睇下，我係想提出人權問題，但同時我都要確保同中國打交道嘅時候有冇防線。呢點對好多喺呢度做生意嘅人嚟講都好關鍵。佢哋叫咧佢做防線，因為有個範圍，雙方可以坐低傾偈談判。佢哋知道如果超出咗嗰啲範圍，事情就可能會變得棘手。但係當你設好佢嘅防線，好多國家就會覺得做生意安全嘅。係，我一陣會再講翻人權呢個問題，因為呢個真係成件事嘅核心。但係各國係咪某程度上要喺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邊一邊？ Mark Carney 去喺中國之後， Donald Trump 即刻對佢徵收咗100% 關稅。其實嗰啲關稅仲未正式實施，佢威脅過要對加拿大徵收100% 嘅關稅。我哋對於加拿大嚟講，佢哋都會睇下呢個威脅會唔會真係實行，但係啦，都有可能會發生。如果你同中國做生意，無論你係加拿大定係英國，你係咪會冒住激嬲華盛頓嘅風險？中國政府從未要求任何商業夥伴或被邀入人民大會堂嘅人必須喺中國同美國之間作出抉擇。不過
特朗普就好似對呢啲有嘅意見，但係佢對 Mark Carney 嘅不滿可能唔止因為 Carney 喺加拿大做生意，而係因為 Carney 點樣去包裝成件事。佢喺去達沃斯發表大演講之前，嗰次演講獲得熱烈掌聲。佢講咗一個新世界秩序，而其實嗰篇演講就係喺北京度排練嘅。佢哋同習近平見面之後，開咗40分鐘記者會，喺度同記者講咗呢啲嘢。佢講到要喺中國揾方法，佢哋所講嘅新世界秩序入邊做生意。咁所以你見到咧，可能就係咧，佢哋令到特朗普唔高興。我哋要再睇下之後有冇其他領袖做生意都會令佢唔開心。但係而家中國並冇要求各國喺邊邊站，不過未來華盛頓可能會考慮咁做。中國想喺呢件事入邊睇到啲咩？呢個難道僅僅只係涉及到雙邊貿易嘅爭端，定係話喺更深層次上，中國其實係想試圖去爭奪全球霸權嘅領導地位呢？如果你問中國，問咗官員，甚至同學者傾偈，佢哋都會話唔係，我哋冇咩全球霸權嘢，我哋只係想要一個多極世界，中國都係其中一份子。佢哋想同唔同國家合作，呢個就係佢哋會俾你嘅官方答案。但係我覺得而家越嚟越明顯，中國其實係有全球野心嘅。我哋見過佢哋搞大型閱兵，展示實力。我哋見到習近平主席周圍去同唔同國家傾生意、簽協議。我哋又見到習主席透過所謂嘅一帶一路計劃，擴展中國影響力，向發展中國家派發巨額貸款，幫佢諗起鐵路同基建項目。中國嘅影響力已經伸展到全世界。佢哋有超過100個貿易夥伴，而家中國同更多國家做生意，仲多過美國。佢哋都係利用呢啲貿易嚟提升自己嘅世界嘅地位。我覺得就係喺呢度，我哋見到華盛頓同北京之間嘅權力競爭。我哋未來10年可能就會見到中國可以去到幾遠，因為中國喺未來科技方面做咗好多嘢，無論係人工智能、機械人定係新能源，呢啲都好關鍵。呢啲都係習主席推動咗所講嘅新質生產力計劃入邊嘅一部分。以前中國嘅製造業實力，無論係 T 恤、電子產品、電視機，都係中國出口俾全世界嚟嘅。而家中國嘅好多方面都掌控緊未來，唔單止係因為佢對我哋建造未來產品所需嘅好多資源有壟斷，例如稀土，仲因為佢本身都生產緊呢啲產品。無論係機械人定係電動車，中國都覺得自己已經行前嘅一步。所以我哋要睇下未來5年全球勢力平衡會點樣發展。但係人權問題又點呢？外界一直指控中國用咗類似勞工嘅方式，利用維吾爾族人去生產部分產品。基爾斯達默會唔會提出黎智英呢個問題？佢係英國公民，亦都係香港雙重國籍人士，曾經辦報紙。佢而家俾人關押住。如果基爾斯達默或者其他西方領袖真係提出呢啲問題，會唔會影響佢哋同中國做經濟協議嘅機會？我覺得呢啲問題真係好大嘅刺激，對中國嚟講就好似踩到咁痛處咁，佢哋一定會反擊，佢哋會反擊有關人權指控，佢哋都會反擊有關中國喺英國做間諜活動嘅揣測，呢啲都係中國駐英大使今日講過嘅嘢，話兩國喺好多議題上面都唔同意見，我覺得呢點好明顯。但我覺得同樣明顯嘅係，佢哋都可以傾掂數，可以就貿易展開談判。我真係覺得 Keir Starmer 爵士一定要提出呢啲問題。其實 Mark Carney 同其他睇過嘅人都已經提過，中國就只係反擊，唔理會，然後繼續行咗自己嘅路。而家北京好有主導權，佢哋知道嘅人喺呢度係因為中國有啲可以提供。冇錯，佢哋可能會面對批評，但係中國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可以唔理佢批評，跨過去，因為佢知道全世界都仲需要佢。至於中國嘅商品，呢方面就真係中國覺得自己實力發展得最犀利嘅地方，佢哋可能都希望所有人嚟到呢度做生意，最後記住佢係中國嘅商品，而唔係記住佢哋人權方面嘅記錄。作為一個喺度生活同工作嘅人，你會見到中國有兩個面，你會見到一個中國，如果你願意喺中國政府劃定嘅範圍內生活，如果你守規矩，其實你可以過得幾舒服。你有高速鐵路，可以由國家一邊去到另一邊。
你呢度係一個好安全嘅國家，我凌晨3點都可以出去跑步，我可以將一袋錢擺喺咖啡店中間，幾個鐘之後都仲喺度。啲人好友善，佢哋嘅嘢食好好味。講真，無論點睇，呢度都係一個好適合生活嘅地方。但係如果你想公開質疑國家領導人嘅權威，或者係想深入討論政治議題，或者係做咗一啲政黨唔中意，完全超出咗政黨所容許規範嘅事情，如果你唔小心踩到佢哋啲嘅紅線，咁樣你就會面臨非常嚴重嘅後果與麻煩。而呢樣嘢亦都絕對包括咗新聞工作在內，即係好似我同我哋團隊咁，如果我哋出外採訪，隨時會有警察嚟查我哋記者證，甚至有時會俾人扣留3個鐘頭，問我哋做緊咩。Laura，多謝你。我哋駐中國記者 Laura Bicker